唔知道你有冇發現最近因為天氣轉變嘅問題，導致到你嘅頭髮同埋頭皮出現變差嘅跡象，嚴重嘅甚至有啲觀眾嘅頭髮係發現毛孔堵塞、痕癢嘅情況，亦都係增加嘅跡象。正好今日我就尋找呢一方面嘅專家嚟為我解決以上嘅煩惱。More Hair Retrieve Center 佢係有住豐富經驗，不管你係有咩個案嘅頭髮問題，亦都能夠及時提供最適合嘅治療方案去幫助大家嘅。從療程嘅一開始，亦會細心解釋每一個步驟，等客人係消除擔憂。過程中亦都會使用多種專業嘅護髮素、洗頭水同埋精華液，達到深層次根絕問題。當然亦都會配搭專業嘅按摩手法，擴張頭部嘅毛孔，令到頭皮有更好嘅能力去吸收各種嘅精華液。最後亦會透過 LED 燈療法，提供適合頭髮生長嘅元素，刺激頭髮生長健康同埋茂盛。療程結束後，我唔單止係感受到頭髮比我以前更有活力、更乾淨，更重要嘅一點就係頭痕嘅問題亦都係大大減少。正因為我親身體驗過療程，亦都感受到療程有住顯著嘅效果，我係好希望推介俾你哋。而家訂閱我同埋訂閱診所嘅賬號，就可以獲得10% 療程嘅優惠。如果你係受以上問題困擾嘅觀眾，就趕快嚟到呢度根治問題啦。